身處競爭激烈嘅金融業，你是否亦都成日感到時間唔夠用，被繁瑣嘅工作纏身？今日我要向大家介紹一個能夠徹底改變你事業嘅機會——擁抱 AI。佢唔單止能夠簡化你嘅工作流程，更加能夠提升效率，俾你專注於更加重要嘅理財規劃同客戶關係維護，喺市場中脫穎而出。AI 究竟點樣成為你嘅事業夥伴呢？首先，喺客戶服務方面，AI 能夠提供全天候嘅貼心服務，自動提醒客戶重要嘅生日或者係金融產品到期日，大幅提升客戶滿意度。AI 聊天機器人更能夠即時回覆客戶疑問，提供無縫溝通體驗，讓服務效率倍增。更好嘅係，AI 能夠協助你發送客製化嘅信息，親切咁稱呼客戶姓名，建立更緊密嘅連結。甚至 AI 仲能夠快速生成專業嘅財務分析報告，俾你能夠針對客戶需求，提供更加精準嘅財富規劃與理財建議。喺客戶開發方面，AI 驅動嘅數位行銷能夠有效擴大品牌影響力，等更多人認識你。AI 更加能夠協助你喺網絡上鎖定目標客戶，開拓國際市場，將事業版圖推向全球。各位，AI 唔再係遙不可及嘅未來科技，而係而家就能夠幫助我哋提升效率、拓展業務嘅強大工具。即刻行動，體驗 AI 帶嚟嘅無限可能，讓 AI 賦予你嘅金融事業，助你喺競爭激烈嘅市場中脫穎而出。